나 되려. 엄마, 아주 밤에 되지메. 大家都听得到吧？每次上课的第一天都会有一些状况，就是在准备上都会好像出一些状况。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应该说是春季课程，本来是冬季哦，改成了春季课程。所以首先要问候这个参与这个春季课程的这个主奔的前仁波切，还有所有的这个堪布主古，还有所有的这个尼众，还有的僧众们，还有透过网络收看的所有法友们。首先问候大家吉祥如意。那么今天呢是第7届这个参摩春季课程的第一天。本来的计划是从14号开始的，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实在没有办法避免的行程，还有很多的会议哦，所以只好延迟到今天才开始上课。所以可能不少人觉得这次的课大概是没有希望上了。所以首先也对于这次课程的一直延期哦，说一声抱歉。但也希望这次的课程能够很好的这个上课哦。那么我的计划呢是这一次的这个妙行自传，米须多杰的这样的2部传记呢能够讲完。但是这样的计划能不能够真的完成呢，也是还不一定的。但是这是我的希望能够这次课程中能够讲完。所以在这一次这么春季活动中有安排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主要这样一个趁摩的活动，春季活动，主要是以女众为主，所以无论是女性的修持者，尤其是这样的出家女性的修持者，主要就是希望，尤其在藏传佛教中的女性的修持者，能够鼓励到各位。我想在之前夏季课程中应该有提到过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说佛教其实就是起源于印度，就是佛教的发源地就是印度。所以在古印度，它有不同的几个时代，其中举例来说，它有这个吠陀这个时代，在当时呢是这个女性
还有这个男子的地位哦，地位是相当的。举例来说，在当时像是离句赞歌中哦，就有很多是女性的作者。所以在那样一个时代，就是离句废陀的时代，也就是大概是西元前1500到1000年，就这样的一个时候，大致上呢也都是一夫一妻制的。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叶柔这个吠陀时代，那就是到了西元前1000到500年。那时候呢，慢慢女性的地位就开始下降，开始就有一些说法，有一些语言出现了，譬如说女子为不信，就是不可相信的，或者说女子为污浊等等这样的语言出现。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个女性还是可以跟随着丈夫这个主持这种祭祀的典礼。接着呢，再到了经书时代，也就是到了西元前500到250年。这时候呢，女性的这个地位就更趋低落了。这个时代就是经书时代，就出现了很多的经典经书，譬如说有一个法经，在这里面有怎么样的记载呢？这时候就说呢，女性她是附属于这个男子的。这时候就会说嫁从夫，就是女子要从这个丈夫的，她是不适于独立的。而且呢，在这部经中也公认说可以有一夫多妻这样的一个法制的，甚至有规定说婆罗门可以有3妻，然后刹帝利是2妻，吠舍首陀罗是1妻。换句话说，就是种姓的地位越高，这个女性这个妇人的权利也就越低。之后呢，我们说佛教就开始这个传扬弘扬，所以我们在看到佛教经典当中一些相关的内容记载，比如说在中文当中像是梵文当中啊，还有一些中文当中等等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来看这个佛陀时代的女性生活状况。举个例子来说，像是在律典当中就有提到叫迦兰陀子，就是须提那，他后来出家成为比丘。在他成为比丘之前他和前妻是没有孩子的。
当时呢，他的母亲心想是，如果没有这个子嗣，他们的家财家产就可能落入到这个官家，就是会充公。所以他的母亲就想尽办法所以一定要他传宗接代，所以就想办法劝这个儿子要他回家，然后呢，要他和这个媳妇发生关系。总之呢，佛在成道13年后就制定了比丘不得犯这个不净行的这样的戒律。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印度社会的风俗和传统所以就像当时佛陀制定这样一个比丘不得犯不净行的戒律是从这而来的。但这里也可以看出印度社会的风俗和传统，就是如果家中没有男性当时就是财产是要充公的。所以家中如果没有这个男孩传宗接代的话，那他们的所有的财产是要充公的，是有这样的一种风俗，还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么同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在律典当中也看到，也发生在这个比丘尼这个僧团当中。那同样这样的公案呢，也和印度当时的这个社会风俗习惯是有关的。那当时呢，是发生在一个比丘尼叫做密户，也叫吉多，在还没有出家前，那她的丈夫叫密户，这个死亡之后他们也没有孩子，所以他们的家产全部都充公了，最后就沦为了乞丐。后来也因为这个当时她丈夫的朋友就是一位大臣叫乌陀夷的协助之下才得以这个恢复等等。还有在当时呢，古印度的各大教派其实都没有这个女众出家修行的这样的先例所以在当时印度社会当中是没有的。甚至呢，有些外道会认为这个女人是完全被排除于这个救赎的可能性之外的。所以以上呢，就是一些例子，一些典故。所以无论是从当时的这些过去的典故，或是从这些社会背景来看，所以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对于女性的影响都是很大的。那从第二个方面来说，是佛教的内部的学修情况来看，有男众跟女众两个僧团。同样呢，在家众也有男众跟女众。当时最开始是平等的，无论是出家众、男众、女众，
或者是在家众、男众、女众都有平等的修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而呢，出家的女众呢，是不是得到了像是出家男众相同的这样的机会跟尊重呢？并没有。其实从修行的机会上来说是都有的，或者从得到阿罗汉的果位上来讲是有同等的机会的。但是为什么比丘尼并没有像是比丘一样得到尊重？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印度社会背景的关系。因为当时整个印度社会背景它是有这样子一种男尊女卑的这样的一种影响，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影响而造成的。而且从数量上、从质量上，女性也不如这个当时的男众僧团，所以从数量上不如男众僧团，从质量上也不如。倒不是说女性的僧团当中没有这些智者或者说成就者，但是和男性的男众僧团当中的数量来讲，相对是少的。尤其从藏传佛教里面来看，从前红旗或者在酒后红旗来看，这个比丘尼的这样一个戒传，的确当时呢是有传下来的，是有这样的传承的。但是后来因为各种的因缘的影响之下，最后这个整个的比丘尼的戒传可以说受到了这种轻视，整个这个尼众僧团真的是被受到了这个很大的一种轻视，它的恢复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延迟推迟。所以藏传佛教当中没有这样子的比丘尼僧团，所以我觉得比丘尼僧团在藏传佛教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我们说比丘尼僧团传戒者必须要是比丘尼，然而现在因为没有比丘尼，所以就必须由比丘来代表而传授，那么就必须由比丘来代表。那至于要如何以比丘来给予这样子的传戒，那又有不同的一些说法。那就噶玛冈仓的戒法来说，会认为说必须要有比丘尼来给予这样的戒，是不能由这个比丘来传授的，这是其中一个关键哦。等等，总之有不同的说法。总之呢，由于呢，没有这个比丘尼的戒传，还有
没有比丘尼僧团，所以的确不能怪这个比丘尼。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社会，也是每一份子，我们大家都应该要注重跟关注这个女性，尤其是这样一个比丘尼僧团的这样的一个议题，这是每个人的一个责任，我们都应该来支持这个比丘尼的这样一个僧团跟这样一个议题。不仅是女性，尤其比丘尼僧团，而且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当中的比丘尼的这样一个僧团。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都能够尽自己的力做到的话，我觉得我们是能够能够起到一些影响的，是能够做到一些事情的。因为现在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只是是不是自己要努力，是不是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努力。在现在这个藏族的这样一个社会，在藏传佛教这样一个社会当中，要能够，我们说要能够和男性一样，男众一样，能够有同等的机会，无论是修行、学习、社会地位上，要能够有同样的机会，其实就在于女性自己要能够努力。当然，我们说透过外面的人的一些努力推动也是有的，但是很多时候外面的人他们其实并不懂到底藏族社会里面的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反而起到一些反效果，反而是不好的。所以其实真正应该是透过我们自身的藏族女性的这些僧尼们的你们自己的一个努力来努力做到。举个例子来说，之前我在达兰萨拉的时候，参与了很多比丘尼相关的这些讨论会议，有的时候是他们的邀请那有的时候是没邀请，我自己也主动想去参加。我说去参加，他们也不好拒绝嘛，反正我就参加了很多这样的比丘尼相关的会议。所以与会的有很多各个教派的这些学者，所以大家都很热络讨论。所以到底这个比丘尼的这个戒律能不能恢复？如果可以恢复，那要怎么样的传戒，怎么样的恢复？然后要这个要男女二众一起来传授，要从哪一步这个来传授？要从这个法护部这样传过来的戒法，还是要从哪一部的这样的戒法传承过来等等？要从几部僧中授还是怎么样？但不记得是在哪一次的会议中，有一位女众
有一位女众就说，她就说哦，什么都不用，我们这样就满足了，我们这样就沙弥尼戒就好了，过去的比丘尼戒也不需要了。我也不记得到底他说了什么，反正大意就是这位尼众就站起来，他就说啊，这样就好了，你们也不用多说什么了，我们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位尼众就在会议中这样说。当时我记得本来大家说的还蛮热络的，本来就是大家很热络的在讨论，但是真正的主角就是为了尼众在说嘛。突然这个主角站起来说不用了，这是蛮奇怪的，好像我们都被，当然也不能怪他，或许大概他也被说太多了，听了太多了。因为的确，如果要成为一个比丘尼，要持非常多的戒吧，所以他也听太多了，所以他大概也觉得，哎，这个戒不好持守，所以他就觉得说太麻烦了。但当时我一听到的心中的想法是，哎呀，他这样说也不是太好。我心中就想，无论最后结局是怎么样，最开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就是谁要有信心？就是尼众们，你们要有信心啊！就是主角是你们啊，是尼众，尼众们，你们要有信心，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说叫做称摩比丘尼，那过去解释过很多，这个称摩比丘尼，他是佛陀的弟子当中有很多第一的比丘尼，比如说智慧第一的比丘是舍利弗，有比丘当中有很多第一的嘛，智慧第一的是比丘，是舍利弗。那比丘尼当中有很多第一的，那智慧第一的比丘尼呢，就是称摩比丘尼。所以主要我们春季的这样一个活动或者春季的课程，就是以这样一位智慧第一的称摩比丘尼为这样的一个名称。那因为这样一个活动后来都变成春季了，本来呢是冬季的所以变春季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缘起。我觉得就是他已经离开了这样一个萧条的冬季哦，它就像是一个这个欣欣向荣的繁花盛开的春季一般吧，能够欣欣向荣的春季了，变成了春季。那都已经是第7届了，所以变成春季我觉得也非常好。那当然春季它主要以辩经为主体这样的一个活动，同时在这当中除了辩经也有一些修法。我们说智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作为当中有辩论、讲说还有著作。要成为智者，这3个活动作为很重要，辩论是其中之一。那身为一个佛弟子，我觉得要成为一个智者，要懂得一点辩经是很重要的，不只是说要和别人辩论，
要这个我们说辩倒别人，不只是这样子而已，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是透过辩论，你能够训练你自己的逻辑，让你的理路更加的这个清晰。我们看到过去在印度很多的这些哲学思想，它都是奠基在很清晰的一个逻辑思路上面的。所以你看，最开始，无论是当然最开始它是很多这些说婆罗门吧，最开始这些吠陀啊、婆罗门，它是很多的这些仪轨，那些后来很多人都受不了了，慢慢开始各种的学说啊、思想盛开哦，兴盛。所以像是各种的数论派啊，各种等等，总之呢，他们是很重视这些逻辑思维的，不是迷信的。所以这也深深的影响到佛教当中。所以一切都是要注重它的道理背后的逻辑理论是什么，就是这个 logic 是什么。这也就是我们要辩论最主要的目的。所以在学习佛教的经论，透过逻辑辩论是很重要的。然而在辩论的时候，内心的动机就很重要了。在整个辩经过程中，你不就是要目的不是要辩倒别人，也不是为了胜利，当然内心更不要有带着贪心、嗔心来辩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为了学习，为了增长知识，为了让自己的理路更清晰，甚至为了帮助他人逻辑更清晰，为了让自己的文思更好、学习更好而辩论。而且当你在辩论的时候，各种的贪嗔痴，还有这些烦恼，还有我们说世间八法，当然它可能还是会升起的，因为你在辩论嘛，在跟别人这种争论嘛。但是呢，你就要特别的注意自己各种这些烦恼情绪的升起，你就要仔细的一点一点的调伏自己这些情绪。我觉得这就是你的降服自心烦恼的机会。透过辩论，你也在调伏你的烦恼，这也是很好的修习调伏烦恼的机会，不是吗？所以无论辩论，或者无论你是学习或者降服烦恼，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是辩论，其实它不只是增长你的知识，它也在帮助你的修行。带着这样的一个动机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的一个春季的辩经活动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接着就进入到米觉多杰的妙行自传，它有33个颂文，在这当中呢，我们这一次是讲到第21个颂文。那么依照这个
哲蚌寺的这个桑杰巴珠的注解的科判来看啊，一般来说，桑杰巴珠的注解它有哲蚌版本，还有布达拉的版本两个。这当中的注解还有科判呢，差别是蛮大的。那我们最主要现在是依照这个哲蚌寺的这个桑杰巴珠的注解科判来看呢，它主要有3个主要的科判。第一个就是顶礼，即立誓造传，再来传记本体，还有造论圆满。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其中第2个传记本体。那么其中又分为前行，去入佛法之门，还有正行，实践三世道之法这2个部分。那第一个前行部分已经讲完，那么第2个正行，实践三世道之法。那么其中又分为有3个部分，就是下士道、中士道跟上士道。那么前2个下士道、中士道讲完了，现在讲到了上士道。上士道又分为3个，就是动机发菩提心之法，还有行动观修2种菩提心，还有第3个学修2种菩提心学处之法。那么行动呢，又分为观修世俗菩提心，还有观修圣义菩提心。那么我们现在讲到的是观修圣义菩提心，也就是这个33个颂文当中的第21个。观察时，万物本来极静，一切背立，立着与利益，如虚空与虚空相结合。据此清净慧眼，此为我妙行之一。那么在当时呢，米觉多杰的那个时代那么在当时的会认为呢，要得到就是佛的这个果位就是当时佛教的藏传佛教各个教派会这样一个认为，就是说要得到佛的果位。那么最主要证得的这个果位是什么呢？就是法身的这样的一个果位。那么方法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要积聚智慧资粮。那智慧资粮必须是依靠了悟空性的智慧才能积聚。那么这种证悟空性的智慧要怎么得到了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么有些人认为呢，只有依靠自己的上师传承才能得到，其他的传承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得到的。也就是说呢，只有透过自己这个上师传承，透过这样的学习，透过这样的师承修持，才可能了悟这样的空性。如果依靠其他的传承去学习，再怎么去修持，也是绝对不可能了悟空性的。有些人是这样子的，他们斩钉截铁的是那样子的，那么认为的。就是有些人是那么的，就是比较很执着自宗自派的那些人有些人是他们是这样子认为的，就是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这一派才是最好的，
这些人他们会这样子来说，所以他们会觉得别的宗派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了悟空性，所以呢，依止他们是没有机会真正证悟空性的。所以呢，那怎么样才是了悟空性呢？什么才叫做了悟空性呢？那么，譬如说过去这个历史上有许多的外道，或者在佛教当中，譬如说18部这个派别，也对于空性有不同的解释，甚至我们说大乘当中吧，唯识中观也对空性有不同的解释，对于这个了悟空性的智慧，对于证悟实相的智慧，也都有不同的解释。甚至呢，在当时藏地还有一些人呢，会吹嘘说就是会吹嘘说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的，然后自己编造出一些胡说的证悟空性的一些智慧。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这个证悟空性，然后呢，把一些对于空性错误的这些理解，只是一些这些错误的理解，把这种错误的理解以为说是了悟了空性。那我们说这个智慧有修所成慧，这个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嘛。还有一些人呢，他就只是这种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觉得自己在安住在修所成慧，但其实呢，只是夹杂着昏沉的文思糊里糊涂安住在一种不善不恶的无记当中。还有一些人呢，觉得说他已经自心得到了自在，然后呢，所以他说，就算我现在投身到了地狱，然后一切呢都是这个法身的体现，所以呢，一切热铁大狱阎王等等也都是法身的示现，所以他能够说大话，说这一切他都有十足的把握，没有任何恐惧等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米居多杰这样的一位大师，他可以说是真正的具备大智慧的，他是能够遍知一切世间所有的学问，而且不只是佛教的，他对一切的这些知识他都遍知的，尤其他对于雪域藏地的前红旗还有中红旗的一切学说都通达的。那什么叫做中红旗呢？
所谓的中红旗的意思是朗达玛灭佛的时候，当时呢有叫做马尧藏三贤士就是尧格维楚内、藏饶塞，还有马尔释迦牟尼，就是马尧藏三贤士三人从这个中藏逃到了青海地区。后来呢，这个贡巴扎塞成为他们三人的弟子就跟随他们三人求得戒法。后来呢，这个贡巴扎塞呢，又为呢从这个拉萨，就是卫藏来的十个人呢，传授了戒律之后呢，因此在这个卫藏地区因此而能够成立了这个僧团。所以这段时候就被认为成为是中红期。所以过去呢，有一些学者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就是中红期。但是之后大部分的学者都说的是只有前红期、后红期，并没有说中红期。所以总之，前红期就是朗达玛灭佛之前，后红期就是灭佛之后，就是后红之后再弘扬起来之后的那段时间。所以后红期中红期通常被视为就是后红期那段时间了。那后红期有许多，所以对于后红期呢，主要有噶当，像是还有大手印、萨迦、觉囊、普东、格鲁尼玛、觉语习解等等这些教法。那弥觉多杰呢，对于后红期这些的可以说难处疑问，他也都是能够通达的。对于这些内容，他都能够通透，都能够予以这个解答，而且对于其中的这些字义都能够正确的理解，而且对于其中不同学派各个学说的不同说法也都能够厘清，都能够清晰的做阐述。对于二谛的分际都能够清楚的解说，对于其中的开遮持犯都能够没有任何错误的做解释，还有声明、音明、工巧明、一方明、内明等等五明呢，它也是精通的。还有我们说印度，还有这个西藏的各种语文、修辞，还有文法，它也是精通的。还有像是各种诗词、明镜、诗词，还有像珍宝源这种声律，还有像词藻叫做无死藏这样的词藻，还有各种的这些佛像所依像铜制的佛像，还有丝绸、珍宝各种这些的这些鉴定它也都是非常的精通的。譬如说就是像佛像，它到底它是的鉴定，它到底是这个佛像它是出自哪里的，它是来自于哪里的，那它也都是能够很清楚的给予这个鉴定。总之呢，它可以说是无一不通晓的，好像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
所以就像在经论当中所说的一种叫做善能分别诸法相这样的一种智慧哦，好像这是在形容大师一样的。尤其呢，有一种说叫做法四一的这样的一种确信哦，就是好像他已经具备了。所以呢，他是具备了这样的确信，他是不会人云亦云，而且他对于任何具备没有这种具备了无物智慧的人呢，他也会升起这种恭敬的心。所以大师米觉多杰在他撰写的一个本生中写道：于法四一之意得确信，不再随逐他人所说语，自心观察所生无谬慧，何人若具，我心生欢喜。意思就是他是依法不依人的。所以他会呢，透过自心的观察，然后知道那个人是值得升起信心而升起欢喜的，他是这样子的。曾经呢，也有这样一段话，就是赤松德赞呢，曾经问过这个净名论师哦，他说：“你的宗派应该要如何取舍？”那么净名论师就回答说呢，你应该呢，透过自己的智慧做这个观察，合理的就修持，不合理的就舍弃。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别人说什么就相信，就是你要透过自己的智慧去做观察，是这个意思。你透过自己的智慧去观察、去分析，合理的话就好好的去做修持，不合理的话就舍弃它。所以米觉多杰，你看他也是这个样子，他就等于说是依止了净命论师的说法是一样的。好的，可能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大家的光的学问难行。总之呢，就像前面提到的，这个米觉多杰呢，他完全通晓这一切的这些经典，但有些人可能会说，你这样说，你所说的这上师这样的心意功德，他的见解，是这么的，这些功德这么了不起哦，这只是可以说只是套用假借别人的这个话说说而已哦。事实上呢，这他
他并没有这样子大的智慧，跟他并不是这样一个大的智者，他甚至连这个他根本连大资粮道的修所成慧都没有达到，他根本没有这种，更不用说什么圣观的修持，他根本连这种止的禅定都没有。有人这样子说，那针对这一点，米觉多杰的弟子们他们会这样说：虽然米觉多杰的弟子们虽然无法直接正知到自己的上师米觉多杰是否具有这种止观于切的这种修所成慧，但是却能够推知米觉多杰他具有这种甚深空性，他对于甚深空性的法门他是具有这种毫无畏惧的一种理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米觉多杰呢，他这种三种智者的行持也就是这种讲说、著作跟辩论这样三种智者的行持呢，弟子们都是可以看到，他是日夜从不停歇的，而且是自然而然的，这样他是不停的在这样做行持的。就像一般人来讲，都是要很努力的去著作去辩论或者说去讲说教课。但是米觉多杰这一切他的行持却是非常的自然的。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米觉多杰他的说法吧，他的教学，他的说法，我们看到他譬如说他说法的时候，他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他的声音是非常悦耳的，他的这个每字每句都是非常有力的，他的语义是非常清晰的，内容很奥妙，而且用词呢非常的到位，用词非常的明确，而且呢没有任何一点这种冗词赘语，而且非常的就是听者是很容易理解，还有这个意识的。所以听的人有智慧的弟子，只要开头听了一点，那么就能够理解。那稍微比较有这个愚昧一点的弟子呢，反应比较慢的，听了多一些之后，也都能够完全的通透。总之呢，所有的弟子透过他的讲解之后，都能够了解。所以比起任何一个弟子比起去亲近精通任何某一部经典的大师，亲近他们多少年，而且多次的听闻某部经典，还不如就是跟随米觉多杰，他解释论中的一个颂文，还更能通晓整部论点。所以这就是米觉多杰他说法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可以说，他就具备了这种叫说法无碍的这样的一个功德。这就是佛经当中我们会形容讲到一位大师，他是这种说法无碍的这样的一种特质，一个功德，我们在他身上就看到了。还有他有一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请他，比如说要解释任何一部根本他都没看过，很多人没看过的这样一部，无论是印度的或者西藏的任何一部典籍他都能够非常流畅正确的，然后毫无这个困难，他一点都没有他都非常有信心的，完全没有畏惧的，他就能够讲说为弟子们解说。那因为他本来就通晓所有的论点嘛，所以任何一部他没有看过的典籍，对他来说也都轻而易举的能够讲说。
这是讲说法。再来是辩论，辩论的时候呢，他也能够降服他人的邪知邪见，而且能够不只是降服他人的这种邪知邪见，而且能够降服他人的傲慢，而让他建立起正知正见，而且恢复他真正的信心。当时呢，藏地有很多这些著名的智者，像大班智达、多杰迦波，还有像是片知、颇多、颇东、七美主巴，应该就是他颇东、片知、七美主巴，还有像智者江热、绍江巴等等，他们呢都是当时在卫藏拉萨地区的这些智者。当他们呢来到弥觉多杰跟前的时候，都被就是跟弥觉多杰做佛法的这些讨论论辩的时候，都被大师的这些可以说论辩都被大师的这些哲理所这种折服。还有当时可以说格鲁派的智者片知跟敦者巴，还有色拉杰尊等等，就说当时他们读到了弥觉多杰所写的这个般若和现观的论点，他们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当时他们读到了弥觉多杰所写的论点，他们认为呢他的知识的渊博程度稍微这个稍微胜于这个汉地的和尚禅师们之所以会这样说法，因为他们认为噶举派大手印是类似汉地的和尚禅师的说法嘛，所以他们会认为说看到弥觉多杰的说法的论点，觉得他的这些见解是胜于汉地的和尚禅师们的。然而呢，当时记载当中呢，并没有说弥觉多杰呢，并没有跟这个色拉杰尊等等这些大师有亲自当面会谈的这种记录。那么桑杰巴珠呢，他曾经说当时呢有些人认为你说弥觉多杰这么的精通论点，而且这么的精通辩论，那大概不是真的吧？只是因为当时呢他的这个同辈的人当中那个对于学习、熟悉还有通达和精进的人呢都比较少，都缺乏，所以呢弥觉多杰才变为其中的这个佼佼者，所以并不是真的很殊胜。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那个弥觉多杰其实并不是真的很厉害，就是因为他当时周围并没有真的很厉害的人，他没碰到厉害的人，就是因为他身边呢都是一些不怎么厉害的人，所以他才显得他很厉害。所以有的人桑杰巴珠就说，有的人是在这么说。不过桑杰巴珠呢，后来他的解释说，他说不过呢，或许你们这样说也有理吧，不过这只是基于一种说法，是什么说法呢？就是基于认为当时藏地没有博学者、没有智者的这样的一种传说、一种说法所致的。
那么就智者的三个作为来讲，第三个是著作。我们说历代伽玛巴当中哦，就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些文献啊，就是历代伽玛巴的这些教言。那当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多的著作就是米支多杰的著作，它有20多部的这个20多函。那么夏玛昆卓衍拉他为米支多杰编写的这个目录，依照这个目录里面来看，那么这个目录过去，那么西藏有编辑过，那么现在呢还在有一些还在有一些增加，所以大概有20多，现在还在增加当中，大概有25、26部吧。所以呢，它是历代伽玛巴当中著作最多的。那我们说甘珠尔是有虽然说伽玛巴西的著作有等同于甘珠尔，这个有110函还是100多函，但现在我们看到的伽玛巴西的著作也只有好像5、6函，所以总之呢，第八世法王他的著作是最多的。所以讲回到第八世法王他的著作来说，他的著作对于那些真的想要得到这个解脱成佛的人来讲，解脱人来说，他的这些著作真的都是内容是容易这个领会，而且容易修持，而且真的是非常有利益、有效用。只要你阅读了，会深受启发的，而且内容言简意赅。那么举例来说，他在不同年纪的时候撰写了不同的这些著作。22岁的时候，他撰写了律典的注解；23岁写了般若的注解；24岁深律的典籍；26岁写了律典的广解；27岁写的是对于俱舍的这个注解。同时呢，他也撰写了有关这个密乘这个无上秘密藏的这样的一个注解等等，他写了非常多的这些典籍。之前呢，这一部无上秘密藏呢，在当时我在当时还没有找到这一部后来呢，我找到了，那么我给了创古仁波切，所以也请他在瓦尔纳西的智慧金刚佛学院的图书馆呢，也印制了、出版了这部典籍。那米支多杰他的根本上师呢，就是桑吉拈巴，就是叫典玛主托。他曾经说过，在他还没有到，就曾经嘱咐他说，在他27岁没有到27岁的时候，不可以传授无上密法。他就曾经这样的告诫过这个米支多杰。那么同时在米支多杰19岁的时候，他依照本尊还有主谦上师等人的这个指示，他暂时可以给予阿底夏尊者的这个教授，而且未来对于不共的弟子可以传授这种传承的口诀。所以由于本尊还有上师的指示，由于等等这样的授记，他在27岁的时候，他对于这些有上等福缘的弟子，就赐予灌顶，还有各种能够解脱的指引，
等等啊，从27岁之后就开始给予这些教导。之后呢，再依照智慧空行的授记哦，就有如是其请啊这样的所说这样一个说法，依照空行的授记就撰写了现在著名的4座上师相应法。那么从那之后就撰写了各种的教法。同样在平时他给予灌顶还有领受加持的时候，他只要心中意念就能够得到各种加持，还有这种智慧，还有各种贪执得到净化，然后随时保持静观，还有各种随时保有关爱他人胜于自己的心念，还有升起修所成慧，开启正悟等等，还有如法持守别解脱戒道密乘的戒律还有他有很多的弟子是这个有很多这种持有各种清净戒律的弟子等等。还有他自己一个特质就是他不骑各种这种有4个脚的这种动物，像是马呀这种他不骑这样子，他不骑马等等。还有他吃素断肉吃素，他有很多这样子的弟子。在当时西藏来说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他有很多的弟子都做到。然后他有很多弟子呢是连就是还有这种精进不倒单的，就是坐着不卧倒的这样子的，叫做精进不倒单的这样子的弟子。还有很多是这个止语的，这个还有随时呢保持这个静观的，还有从来不谎骗不欺骗他人的，还有总是这个不在乎施主和恶友这个的面则，只在乎上师和自己的行为是否清净的这样子的弟子等等。然后总是舍弃纷扰，依止静处。总之呢，他有很多这样的弟子，总是在守护达波噶举祖师的传记于外在断除世间8法，于内他们专一的修持真实义。他有无量的这样的弟子。那么今天呢，大概就先讲到这里。那么这场开头有讲到，本来是14号要开始的，但是因为一些无法避免的这些一些事情，还有一些会议需要见一些人等等，所以不得不延迟这次的课程。但就希望今天开始课程之后，希望这一次能够将米吉多杰的传记能够讲完。
好，那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